Did you come with your mommy and I today? See you later. Morning, Lanny. Say good morning, everybody. Camera, say goodbye. How did you lose sleep? Did you eat banana today? How many bananas? Bye bye. See you. 现在可以讲中文了，中文还可以。我叫苏丹，我是尼泊尔人，来中国15年了。就家长送过来的时候，他们还是。然后一进教室里，然后进入活动之后，他们就疯狂的起来了。我现在是在幼儿园当那个外教加上外教主管。Today we have meeting from 9 to 9:30. 9 to 9:30. In that meeting hall. 这个工作的话是在幼儿园这一块，我是从2022年开始做的，然后主要是要安排班级里的活动，跟小孩子们上英文课，数学。然后还有运动课，还有美术课、科学课，都是我们以外教来上。Crazy. Okay, what is this crazy penguin wearing? A trash can. 本来是过来学医学的，然后后来呢，学医好像对我不是很擅长，然后后面就发现我的。生活可能跟小孩子比较走得近，就是跟他们合得来，做这个工作也不会觉得累，也会觉得好玩。每个小朋友的成长都能看得到。3、2、1。然后呢，我给他们分享了我做的所有的尼泊尔的那个活动的照片，包括那边的碰到的人，然后碰到的好的事情，然后他们都会很有兴趣，而且他们也是会跟我说。下次有机会还是会去尼泊尔，所以做那个2个文化的中间的人，其实是很幸福、很舒服的一个感觉。Ka, Ami, Kita Kitty, OK, 3、2、1, go. What kata titi? 当时我的很多思维方式，可能当时在尼泊尔的时候，就很多人就听不懂。但是来了中国之后，我就感觉，哎，这里可以跟很多人聊起来，很多人可以分享。所以我觉得是跟人也好，跟地方也好，也是命中注定的一个地方。我来了中国，来杭州，我觉得是这样。住这里的意思是因为离公司很近，开车就10几分钟就能到。周末休息，顺便可以去见家人，跟小朋友们玩玩。你好，吃的立高一点。好，够了啊。然后现在就准备出发。刚来的时候是杭州师范大学，然后呢，中介跟学校没有打好合作关系的情况下，最后中介说不好意思，我们是不能合作了，我们都要换地方了，所有的人都要去了，但是我是真的不想走，因为那时候已经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，就是当时的女朋友。就像我当时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她父母肯定是不同意嘛。刚好上了那个中央电视台，参加那个汉语桥，然后参加汉语桥了之后呢，老丈人丈母娘觉得是这小伙子不错，就同意了。那我们做饭，我给你打下手，你要干啥？然后这个鸡我们就搞一半吧。我的工作就是中国最小的一个主任，班主任，然后是语文老师，现在在带4年级。然后14年结的婚，现在已经是11年了。水要好干，沥干了。其实我本来挺害怕要孩子的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2个性格，因为他比较小，当时结婚的时候，
然后我觉得我的性格好像不是特别能带好小孩子那种，比较着急。但是生育了我们大宝以后呢，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多的力量，然后我觉得跟他一起成长这个过程很美好。我其实是就是孩子们都很可爱的，然后现在有3个也挺好的。我们老了的时候，他们有可以商量的人。那3个嘛，说实话压力是有点大的，但是你看着他们在每天的成长，你就会觉得哇，真的心满意足这种感觉。小手拍拍来，小手拍拍。丽娜小了吗？来打招呼。感觉小了这个。Namaste。来，奶奶在这里。那么有时候我们会打视频给父母嘛。他们现在虽然是听不懂，但是他们也是喜欢见到他们嘛。他们希望什么时候去尼泊尔，大家都一起去。对，每次视频最后一句就是什么时候来。爸会吧。但是他怕这个是上电视，所以他不出现。那怎么多好？Hey, you are also nobody. Are you ready to dance? You want a cat? Cat. 对我来说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成就感是来自于帮助别人。就像比如说我的工作，都让那个小朋友们能够提高不一样的事情的话，可能会还是在教育行业里面，能够让各种各样的更多的小朋友们帮助到。对，我基本上是这样。